我有说错吗？没有，真的有好多成双成对的东西啊，情侣的睡衣。我们进入下一轮。情侣生活第2步，更改彼此的备注。我有说错吗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这个有一点不太符合老师您的形象。那要改一起改。果然还是这样比较正常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男朋友了。你好，女朋友。